女人长达1年不吃饭，不仅没有饿死，甚至还在不停的呕吐。然而每一次的肠胃大造反后，艾玛都会缩小一个尺码，吐到合适的大小，她才会停止。为了加入沃特集团变成英雄，年幼时他们都注射了5号化合物。由于施展异能的方式太过奇葩，因此艾玛很自卑，几乎没什么朋友。但令他没想到，全校排名第1的公众人物安德烈竟然也会有事主动找他相求，并且还是安德烈都做不到的事。原来学院在用异能者做残忍的实验，之前金童的死也是因为他想救出自己的弟弟。安德烈也尝试过硬闯实验室，结果差点没领了盒饭。听到他的讲述，艾玛非常吃惊，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紧接着，艾玛变成蚁人的大小，试图混进实验室。临行前，安德烈还特意叮嘱，此次进去只负责侦查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并且给艾玛装了定位，通过手机可以实时知道她的安危。可她刚回到会场，定位信号便停止不前。难道艾玛这么快就嘎了？其实艾玛跟随送餐的托盘已经混进了山姆的牢房，只不过他恰好被山姆发现，用一次性水杯将他罩了起来。儿子反常的举动吸引了父亲的注意，在父亲的逼问下，安德烈竟将一切和盘托出。Another fucking word about this. You hear me? You're gonna get yourself killed. 原来父亲早就知道集团的森林计划，甚至很有可能他还是参与者之一。此时山姆已经放出了艾玛，可长期的肉体折磨和精神上的摧残，他早已不相信任何人了。艾玛只能提到他的哥哥金童。经过聊天得知，几年来每次他发狂伤人，金童都会赶来安抚他的情绪。可金童明明是在不久前才突然知道山姆没死的消息啊！难道金童的记忆被人抹除过吗？突然警报声响起，山姆仿佛知道将要发生什么，立刻惊慌地把艾玛藏到书架上。还没等他说清缘由，地面就放出电击。随后山姆便倒地不起，紧接着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卫进入牢房，对里面仅有的物品进行搜查。可能是他们察觉到了艾玛的存在，没有找到目标，警卫竟像虐狗一样再一次折磨山姆。情急中，艾玛通过助跑一跃而起，跳到警卫的身上。警卫察觉到异常也为时已晚，因为身体的优势，艾玛进入了他的耳朵，彻底让他体验了什么叫左耳进右耳出。正在艾玛因为误食脑浆而恶心时，门外又闯进来更多的警卫。与此同时，安德烈见约定的时间已过，基本断定艾玛遭遇了不测，马上将计划告诉了其他几个好友。然后他们在学院的草坪上找到了带血的定位器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学院的排名发生了变化，安德烈依旧位居第1名，玛丽竟摇身一变跳到了第2名，至于乔丹还是原来的第5名没变。画面一转回到了秘密实验室这边，博士因警卫被打通耳洞而疑惑不解，但校长却担心的是另一件事，那就是山姆的离奇失踪，因为他知道山姆的能力要远比他的哥哥金童更加可怕。无意中，校长发现了玛丽遗留的迷你鞋子，仿佛让他想到了什么。成功逃出的艾玛与山姆躲进了废弃加油站。艾玛觉得应该联系他的室友求助，可山姆却只信任他的哥哥。没办法，艾玛才说出金童早已自杀的消息。本来山姆的情绪就不正常，唯一的亲人死了，他犹如火山喷发。他觉得是因为自己导致的哥哥自杀。此刻艾玛没有选择离开，而是尽量安慰平复他的情绪。另一边，玛丽担心艾玛的安危，她找到擅长通灵的异能者打探下落，却遭到对方一口回绝。但当他看到是学院排名第2的玛丽，马上就来了兴致。哪曾想等玛丽再次醒来，竟在他的宿舍。男人衣衫不整，很明显是别有所图。由于刚才乔丹看到了玛丽求助的一幕，在外不断的敲门，玛丽情绪激动，竟意外提升了她操控血液的能力。Piece of dickless shit. 即使现在安全了，玛丽依旧为刚才的事儿感到后怕。接下来，乔丹说出了更可怕的消息：没有任何超能力的泰克奈特已来到学院，因为金童自杀的事在持续的发酵，所以沃特集团派他来利用节目掩盖真相。同时，他也是金牌节目全部真相的主持人。不过，他对待工作也太不敬业了。录制节目时明明是悲伤的话题，他竟能一时没忍住笑场了。可他却能捕捉到别人看不到的细节。刚见到校长，就说出了对方隐藏的秘密。